你無法改善、你無法衡量嘅嘢，而 GEO 表現衡量對大多數企業嚟講仍然係陌生嘅領域。AI 搜索平台唔似 Google Search Console 咁樣提供排名報告，然而存在實用嘅衡量方法，能對你嘅 AI 可見度提供有意義嘅洞察。實施系統性 GEO 追蹤嘅企業獲得咗喺呢個新興渠道中優化同埋證明 ROI 所需嘅數據。GEO 衡量嘅挑戰在於佢同傳統 SEO 指標有根本性嘅唔同。喺傳統 SEO 中，你可以精確追蹤每個關鍵詞嘅排名位置、點擊量同埋展示次數。而喺 AI 搜索中冇固定嘅排名位置，AI 每次生成嘅回應都可能唔同，取決於查詢嘅具體措辭、用戶嘅上下文同埋 AI 模型嘅最新更新。呢個意味住 GEO 衡量需要更多嘅定性分析同埋趨勢追蹤，而非對精確排名數字嘅執着。接受呢種方法論上嘅差異係有效衡量 GEO 嘅第一步。跨諸 AI 平台 ChatGPT、Gemini、Perplexity、Copilot 進行定期引用審計係 GEO 衡量嘅基礎，用與你嘅服務、行業同位置相關嘅問題查詢每個平台。記錄品牌提及競爭對手出現頻率，以及你嘅企業被如何描述，建立一個標準化嘅查詢清單，涵蓋你最重要嘅服務類別同埋地理範圍，每月至少執行一次完整嘅審計。專業服務公司同埋金融企業應跨多個服務類別同埋地理變體測試查詢，例如香港最好嘅網頁設計公司，推薦一家做電商嘅設計公司等。喺分析中監控來自 AI 平台嘅引薦流量 Perplexity 同埋類似平台生成可點擊嘅引用，將呢啲來源嘅流量作為直接嘅 GEO 指標追蹤。喺 Google Analytics 中創建專門嘅渠道分組，將 AI 平台流量同傳統搜索流量分開追蹤。品牌搜索量嘅增長喺冇新營銷活動嘅情況下，可能預示 AI 曝光嘅增加。喺 AI 回應中遇到令品牌嘅用戶，通常會接住進行直接嘅 Google 搜索嚟了解更多。如果品牌搜索量喺冇其他解釋嘅情況下穩步增長，呢個好可能就係 GEO 效果嘅間接指標。